呢一碟壽司價值38蚊，咁但係，哇，嗰咗個 topping 喎，一件5厘米長嘅活線蟲喺度做魚講，就好似向你揮手啊，嗨！咁啊，就呢條影片咧24個鐘頭內傳遍咗全世界。咁而你咧個5年之內咧有冇食過啲咁嘅壽司咧？可能已經中咗招啦，咁只不過你唔知啫。Hello，大家好啦，又歡迎嚟到嘅 U 有日記頻道。咁周星馳咧喺食神入邊講過，今朝用心，人人都係食神。咁但係今日呢一間咧就係壽司店，係用心咪用心啦。咁不過咧即係有啲歌嘅嘢啫，俾條線你用心咯。咁而家同大家講一件事嘅背景係啦。咁在此之前咧就希望大家 share 咁咧有幾片啦，同埋咧就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事不宜遲，馬上出發。呢一件事咧就發生喺2026年5月8號，即係上個禮拜五嘅夜晚。銅鑼灣客檢壽司係人都知噶啦，呢一間係咧日式連鎖嘅回轉壽司店，咁全港都有好多間嘅分店。嗱，咁禮拜五啦，好多嘅人咧出去食飯，呢一位嘅網民都唔例外，佢就選擇同朋友去食壽司啦。咁事發當日啦，佢就喺嗰度咧食咗一個叫做金木雕壽司，咁應該物有所值啦，38蚊一碟，梗係頂級魚生嚟嘅，仲想點啦？咁結果你望落塊魚生，哇好潛佢路喎，呢塊魚生望翻轉頭咁啦。佢咪叫咗嗰啲叫壽司加料咧。咁呢一條咧5厘米長嘅線形寄生蟲咧，喺塊魚肉裏邊咧就魚共爬下爬下，咁啊扭下扭下，哇可以向佢咧直跳舞咁啦。拍片嗰位網民咧形容，哇好似向佢細嗨咁啦。哇喺呢一段片咧就放上去 Face 之後咧24個鐘頭啦就過萬個 share， 仲傳過去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，甚至話哇海外有巴基斯坦嘅印度啊英美嘅傳媒啦，咁啊全球瘋傳啦。咁講翻個時間編年史先，咁5月8號啦，咁呢件事就發生咗。5月9號呢條片咧就瘋傳過全球。咁10號啦，呢間咁嘅合點壽司店咧就繼續死啞藥咁啦，係沉默。咁11號啦，繼續沉默。12號啦，終於 apology 啦，咁咪會嚟冷處理就冇件事咧。咁呢一間鋪頭咧，又係不外乎用啲罐頭說話啦。咁一向係堅持最新鮮嘅鮮魚告講，即時見內處理，而且已經下架咗涉事嘅一啲金木雕啦。咁致顧客同埋相關人士咧，就致最誠懇一句歉。佢呢啲官腔說話啫。咁周星馳咧喺食神入邊講過，做人冇夢想，求其鹹魚有咩分別啊？咁呢一條壽司咧係好有夢想啊。咁佢嘅夢想就係好簡單，同佢做朋友咯咁樣。嗱，真相咧就揭曉啦！呢條蟲嘅學名咧就係咁嘅，叫二尖線蟲。嗱，咁點解喺啲壽司係出現嘅咧？咁其實都好正常噶。咁二尖線蟲咧係生命周期係咁嘅。咁磷蝦食咗個蟲卵，然後咧嗰條介魚，即係金木雕啊、三文魚啊、青魚，咁啊食咗個磷蝦，即係個食物鏈循環啦。咁人食咗啲未煮熟嘅魚咧，如是者啦，啲蟲入咗一個位，咁所以咧。佢咪俾人自己嘅食物已經最驚堅係嘛？咁中咗招就會點咧？嗱，咁呢個再講講啦。呢一個咧就有3個階段，嗱好簡單講一講啦。條蟲咧轉入你個胃壁，然後咧你就 keep feel 嗰一啲叫劇烈嘅胃痛，就係喺屙嘔屙窮，4至6個鐘頭。第2個階段啦，嗰條蟲咧就已經入咗你個小腸啦，嗱你嘅感覺腹脹，嗱作腹瀉24至48個鐘。咁第3個階段就攞命啦，嚴重嘅就會導致個過敏休克，然後咧腸穿窿。呢一個好致命噶，真係食魚會食死人噶，尤其是生嗰隻添。咁3個階段啦，胃痛、嘔、腸穿窿。咁點解條蟲生嘔咯？咁不外乎就係冷凍時間不足咯，總話嘔。咁根據美國 FDA 嘅規定，咁生食魚咧就必須要20度零下嘅冷凍7日。又或者零下35度就雪凍15個鐘先至可以殺死全卵。咁其實夾人都好少食呢啲魚生噶。咁食安咧就有標準有指引嘅。其實執行都係睇間鋪頭良心咯。佢嘅一切指引啊，真係笑死我。呢一件事梗係唔係鼓勵啦，咁好多地方都有添，尤其是呢個魚生界個日本咁每年咧有2000至3000宗嘅即係二尖線蟲嘅感染，咁全球number one噶。繼而就隔籬嘅南韓啦，每年咧都有200至300宗，然後歐洲啦。500宗，咁香港香港又自己心照啦官方數字接隔離，咁以為啲人咧就以為係，咁有腸胃炎啦，好小事啫，咁其實真空係蟲啦，咁你過去5年個街食咗幾多魚生咧？哇，諗起嗰個細思極恐啊，真係隔夜飯都嘔出嚟啊！有人就會問啦，哇，呢一間咁嘅壽司店其實有冇犯法？我同你講係有，絕對係唔止一條添。咁呢個同你羅列相關嘅罪行啦，講點解佢會犯相關嘅罪行。1.
佢咧就出售啲不宜食用嘅食物罪。嗱，咁根據公共衛生同埋市政條例啦，第132章第54條，咁任何人啊出售啲唔俾人食得嘅嘢啦，咁最高罰款咧就5萬蚊同監禁6個月。即係何賽南話齋下三文魚嗰啲嘅食屎噶啦嚇，呢啲魚仲要係，即係未經過一個嚴格嘅冷凍處理就俾人食喎，即係食屎嘅二次方啦。咁罪行二，違反呢個食物安全條例咁計612章同計26條咁食物供應商咧未盡嗰個食物安全責任噶嚇，即係喺嗰條魚入爬一條蟲出嚟，咁最高罰款係10萬蚊同監禁2年。罪行三，虛假說明條例，哇！你口口聲聲話咩新鮮鮮魚告我，呢一條蟲爬出嚟啊，向個食客嗨，跟住話俾你聽嗰條魚就唔係新鮮啦，咁我拗，咁最高罰款係50萬同監禁5年，係慢慢反省啦。四，如果嗰個客咧真係唔好彩，咁啊食咗條魚嘅蟲，咁啊送咗院啊，可以一場呢個民事索償咧，就向呢間鋪頭咧就攞呢個叫醫藥費同埋精神損失啦。諗起好恐怖係咪？咁啊加個案咧，可能咧就50萬港紙，真係買一碟壽司幾多錢啊？真係1萬碟先可以屙翻數，即係如果係5蚊一碟，咁後果不堪設想啦。咁食環可以做嘅就定時咁派員巡查、抽樣化驗、發出警告同埋暫繳佢牌照。不過，呢個真係急鑑笑啦。咁食環咧最近6個月啦，佢係未被檢控。哇！執法係咪睇良心啊？可能笑死啊真係。嗱，再講個我一啲嘅啟發。咁點解呢一個新聞咧有咁多人咧轉發再瘋傳全球咧？咁即係食壽司啫。咁啊，我覺得有3個原因。咁啊，同大家講講。第一，視覺衝擊真係太強啦！哇，有條蟲向你嗨跳舞㗎嘛。咁呢一條蟲咧係食物鏈最即係烏近嘅一件壽司，哇，反差爆炸啦。咁第二個啦。共鳴感係極高，哇！咁我同埋其他人都會食過壽司噶啦，曾經咁99% 嘅香港人都食過壽司，99% 嘅香港人咧有冇諗過？哇！我自己有可能中招嘅喎，咁個個諗啊，喂死啊！我嗰家有冇食過合點壽司噶咁樣啊？咁啊，壽司之亂啦！咁啊，4日先告歉嘅憤怒，哇！佢唔係冇告歉啊，佢係太遲啦，即係好似國家係敷衍咁咯。呢件咪香港嘅 PR 嘅典型敗筆咯，甚至 PUA 個客咯，呢個係你問題咯，係你腸胃不適咯，真係死唔死啊真係。咁啊，周星馳喺食神入邊講過，呢碗叉燒飯 I love you，揀起呢碟壽司 I love you，but he won't love you more。咁我自己就係咁睇啦。呢件事最諷刺嘅地方，唔係條蟲啊。係9嘅顧客咧，食完先知道10000%係唔會中招，10000%係會中招，死唔死啊？真係唔好食啦，真係。嗱，呢個同大家講講咧自保嘅4招啦。咁你揀一啲信譽界嘅鋪頭咯，嚟爭鮮咯。其實爭啲鮮都有機會中招噶。咁唔係話冇雞肩架咯。同埋咧有一個黃金時段，你咪黎明先食魚生咯。中午前嘅貨係最新鮮噶啦。咁如果食魚生4至6個鐘感到劇烈嘅胃痛，唔該你真係睇醫生啦。咁有機會驗嗰啲嘅尖線蟲噶。咁同埋同店員講。你要用急凍嗰啲，咁多數嘅鋪頭都會配合嘅，因為顧客就是上帝啊嘛。你哋又會點樣睇呢一件事咧？歡迎過去留言區話俾我知啊！1、2、3、4，揀4嘅朋友仔，唔該詳細留意一下。下一集會揀最毛骨悚然嘅，同大家講講。周星馳咧喺食神結尾入邊講過，只要你心中有食神，今日嘅啟發咧就係你心中有食神，但記得係你個位啊，最好都有少少警覺心啦，然後咧就去留言區留言一下啦。你最驚嘅食物咧係有咩異物喺入邊啦吓？咁歡迎大家去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，多謝大家支持啦。下一集香港5大食肆黑歷史，下一集拜拜。